陽光明媚，今日嚟睇別墅咧。大家好啊，我係珠海表哥豪宅宋生，今日嚟睇珠海五洲精裝嘅連排樣板啊，帶家私家電噶。今日天氣都幾好啊。嗱，而家嚟睇咁咧，就有兩個樣板，都係裝修好帶家私家電嘅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。呢一度咧係一層入門，車位喺地下，可以停3部車。呢度係入門嘅庭院啦，全部係整好嘅，所有家私家電全包，直實現拎包住。最新嘅樣板入門係呢個銅製門，包括衣櫃全部訂製好噶啦。呢個樣板啱啱出嘅，而家搞緊衞生。一樓有一個工位，佢個餐廳喺下邊嘅雙手層嘅。呢度咧係一層嘅會客廳，電梯喺嗰度。裝修好靚啊，擺咗家私，所有嘢打包。又唔係咁樣嘅，因為連排咧就一個長方形嘅戶型。而家嚟感受下客廳裝好，有呢個吊燈啊，幾靚。客廳嘅挑空仲有4米啊，感受下。呢一度咧就係1樓嘅露台，下邊咧就係餐廳同埋花園啦。中間嘅花園大概係80方度，如果係邊位嘅花園就係100方，所以佢呢一種連排花園唔會好大。你揀邊位嘅花園咧，就有100幾方咯。而家係中間戶。呢度就係1樓嘅空間，我哋直接落去地下室睇下。而家嚟行樓梯落去地下室。而家落嚟咧就係下邊有2層，總共係5層。房產證喺460平方，1100萬左右啊，精裝。而家咧就嚟到地下1層，地下1層下邊仲有1層嘅。呢度做咗個工位。咁嚟到呢邊咧，電梯、樓梯、廚房喺呢邊。廚房係有明窗嘅，透風採光，通風效果嘅，可以做灶台喺呢度，入邊可以擺冰箱。睇下餐廳包括呢啲櫃啊，全部係訂製好俾你嘅。圓形餐台，你中意家私全部可以打包，直接拎包住。唔中意佢啲家私可以再傾下。包括佢呢啲板全部做好啦，全屋嘅空調有埋噶啦，嚟感受下。呢度咧就係佢嘅花園啦。咁樣睇個花園咧，啱啱好有80個方，冇話好大，有個自己嘅院子嚇。佢搭咗一個棚俾你，可以做茶室。所有嘅都可以搭個咁樣嘅棚嘅。呢種係叫做鋁合金板，透光玻璃嘅。然後我哋再睇下下邊。下邊咧就屬於負2層啦，總共5層使用大概係800個方度。然後樓梯呢個位置係挑空嘅，佢整咗個吊燈上去到5樓，其實幾靚嘅。呢度咧負2層嚟感受下，負2層呢度啱啱好嘅空間啦，唔會話好大，又唔會話好細，有車位停3部車，有捲閘門嘅。幾好。我而家睇下呢度。負2層去做個書房。翻嚟就喺呢度可以辦公處理公司嘅嘢，唔影響屋企人休息，有埋採光窗落嚟嘅。呢入邊去做 K 歌 KTV 房啦，幾好。呢個時間啦，呢度就係負2層嘅空間啦。我哋而家再去翻樓上睇下休息區。有一個工位喺度嘅，之前有樣板入邊做咗桑拿嘅，佢呢個冇整桑拿，同埋佢呢度咧負2層有埋嗰個工人房嘅，隔離就係工人房噶啦。而家上去休息區。現在來到的呢就是2層的2樓3樓就休息區了。來，我們出來看一下休息區的房間。這一個是第1個套房，可以做長者房間。這個房間跟主臥都是樓上差不多大的。等下再看樓上的，你看定制好櫃子，兩邊呢是櫃子，裏面呢是雙洗手盤，這個沒有裝浴缸，那裝修出來標準還挺耐看的。這裡還有個書桌，再看這兩邊還有2個房間的。新出來的樣板就是這一套，櫃子在裡面到頂的小孩子的套房。裡面是衣櫃、廁所、淋浴。我覺得標準還挺可以的，現代風，裝出來挺耐看。這裡是第3個房間，這個是公主房了。
里面有电脑台、书桌。这里面呢，衣柜是在这里面，你看挺不错的。这里就属于2楼了，我们去3楼。这里呢就来到3楼了，属于地面的5层，电梯呢是写的是3层。整个3楼呢就有一个主卧跟自己的书房，还有大的露台，电梯在中间。这里呢是主卧了，看一下两边的光线都很好啊，还有衣柜定制2米多大床，这里面是有衣柜。之前下边呢，这里面是做了一个套房，它这边做了很大的衣柜，看一下这边还有衣柜，双10手旁，浴缸装好给你，还有这种镜子，颜色挺耐看，搭配的很好。毕竟住别墅这种过千万的，在湖心路叫豪宅改善。再来到这边，这是书房的位置，高度到顶的柜子。早上起来看看股票涨了多少，毕竟住别墅的上千万的都是一些改善的大佬。我们看一下出来这边，这里呢是看到别墅的远景，它的步道都很宽的，入住率也蛮高，装修好，预算在千万的精装带家私家电的别墅，可以来实体参观啦。